台南生活美学馆以饮食文化做主题，举办社区母语来交配活动。在南部有7个县市、42个社区斗阵来摆搭，推广母语文化，利用趣味的方式来教大人囡仔讲台语。 老师那比动作，那带囡仔念歌诗，用趣味的方式，让囡仔欢喜学台语。台南生活美术馆即摆邀集南部7个县市、42个社区，斗阵来摆搭，推广母语文化。各社区特色拢无同，有社区用绘本故事小解地方文化，嘛有汉药店来教大家念台语药材名，甚至有剧场提供演戏的台词，让人体验做演员搬戏唠台语的心情。我今仔一直讲台语，我敢若做趣味。遮个囡仔兄囡仔姊吼，来学台语啊，台语就爱传承落去，较会欢喜啊。认识这个历程中，咱这个药材，囡仔来捌讲，体会讲这药材的美。 文化部表示，社区母语是在地文化根，对日常生活中营造母语环境，会使提升使用母语的机会。现场规划6大主题，除了有布袋戏剧场、手作体验，另外眼前这道潘公公小火火的澎湃料理，是台南地区参平湖学堂社区的传统办桌文化，因传几道的来现场参乡亲做饮食交流。定爱交生活一致结合，所以这个结合饮食唔单是咱来结合食衣住行来推展咱的在地的母语的文化。会当学的物件拢无共。每个单位拢有设计创馆游戏，让大人囡仔有算够了。不论是联捌各地头的文化知识，还是熟悉各区域的口口差别，因希望启发大家重视母语文化，毋忘母语会使代代传。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